一套馬同前面嗰兩隻馬用緊完全一樣嘅步速去跑啊！我哋而家坐緊天然包廂啊！可惡啊！係咁拉先做個凌厲轉擊同埋速度咪冇機會發揮咯，激死啊！大件事啦！綠色牧場王咧已經俾3隻馬圍住坐緊博士喎，帶緊頭嘅咧仲係風雷電神。我哋隻馬就贏梗啦！戰兵衛兄啊，點算好啊？而家已經係冇其他嘅辦法，唯有照衝過去啦！啊！喺前面兩隻馬中間衝過去，咁係冇可能㗎喎，個位太窄啦。兩隻馬嘅肚同肚之間個位的確係好窄啊，但係佢哋嘅腳同腳之間仲有位。拉線就咁細粒，應該可以夠位過到去嘅。間座，記住我講嘅呢句說話，男人靠本事唔係靠個樣嘅。衝啦，拉線座！戰兵衛兄，咁我應該點做至啱啊？我都話咗咯，男人個樣衰啊，冇所謂噶。唔係呢樣啊！家座，你要記住啊，絕對唔可以鬆僵性噶。無論拉斯作點樣努力都好啦，你一墮馬嘅話，我被取消資格噶啦。唔係啊嘛，咁都得啊！綠色牧場王咧而家兵行險著喺兩隻馬中間穿出嚟啊！就係白雪王子同旋風先生，難度好高啊！究竟可唔可以衝到過去咧？跟住啊，頂住啊！佢衝到過去啦！唔係啊嘛！哇！竟然真係衝到過去喎！終於突圍而出啦！綠色牧場王鬥心真係好頑強啊！不過咧，開上人山本間座啊，唔係幾好彩啦，夾到扁咁滯。點啊，間座，你未死得住啊嘛？我諗有命啊！其實咁樣唔得噶，間座哥哥而家咁樣，隨時都會因為冇力而甩手墮馬噶。拉斯座，你唔使擔心，間座嘅責任心好強嘅，任何情況佢都唔會鬆開韁繩嘅。間座哥哥，我搞到你同大哥都咁麻煩，我真係覺得好對你哋唔住啊！我一定會盡力去補償翻噶。而家剩翻最後100位啦，風雷電神咧仍然帶緊頭啊！綠色牧場王係咁追，守住第2位嘅超級彈珠咧已經開始力弱啦！綠色牧場王過咗佢啦，綠色牧場王而家上到第2位啦。不過帶頭咧仲係風雷電神啊，最後50位仲有一個馬位嘅。衝啦！用全力衝啊！頂住！頂住啊！頂住啊！無論如何我都要贏嘅。好！風雷電神咧仲頂得住，終點在望，終點在望啦！但係呢個時候咧，綠色牧場王殺緊上嚟，哇！好犀利啊，越追越近啊！佢哋拋離晒後邊嘅馬，連贏啊肯定係呢兩隻馬㗎。風雷電神仲有少少優勢，綠色牧場王咧個勢好強啊！哇！追到平頭啦，終於追到平頭啦，兩隻馬拍住嚟鬥，好精彩啊！好嘢啊！睇馬都贏到咯啩！爸爸上去看台睇咯。好啊，咁仲唔快啲行？嗱，風雷電神啊，輸咗嘅話，我會好地供養你㗎。好好地供養你啊！喺我哋忽江牧場供養一隻馬，即係代表會劏咗嗰隻馬嚟食。我唔會俾人劏嚟食嘅。哇！內閃啊！喺終點前咧，風雷電神突然間內閃啊，阻住綠色牧場王啊！睇嘢啦！哇！做咩啊？搞掂！你啲衰人啊，真係好卑鄙啊！幼稚你啊，今次冇啦！大哥啊，你伏低先啦！綠色牧場王完全唔避喎，撞埋一齊啊！
哋今晚贏咗啦！唔係啊嘛，墮馬啊！又似你話你唔單止卑鄙，仲好樣衰添。由於綠色牧場王咧墮馬，所以其他馬已經過晒佢啦。真係可惜啊！眼見可以贏噶啦，點知終點前咧有墮馬意外喎。睇嚟呢一場嘅頭馬咧，可能係屬於大熱門嘅風雷電神。咦，咪住先喎，睇清楚下。頭先係綠色牧場王墮馬嘅意外，原來喺過終點之後先發生噶噃。係咁嘅話，你頭馬咧就有得拗啦。一切有待馬會決定啊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都好難下定論噶。仲使拗嘅，一定係我哋贏啦！頭馬屬於風雷電神，你發夢啦你啊，係綠色牧場王啊！好啦，而家要驗訊，馬會打出驗訊燈號。第4場嘅賽事終點前發生事故，馬會證實有關事件，作出驗訊。喺賽果仲未確定之前，請各位馬迷保留所有嘅彩票，馬會將會盡快公布驗訊嘅結果。係啦，謝奇先生啊，關於馬會今次嘅驗訊呢，你認為係咪關於騎師山本間助喺終點前墮馬呢一件事嘅呢？應該係啦。不過除咗呢一點，應該都仲有另一樣嘢嘅，就係終點前風雷電神突然間斜入，阻到綠色牧場王。唔需要擔心，取消風雷電神嘅資格就有份，我哋絕對冇可能會輸嘅。間助隻手到而家都仍然揸住條韁繩唔放，所以根本就唔可以判佢墮馬。請各位注意，第4場賽事嘅研訊已經完畢，我哋有結果啦。馬會就第4場賽事綠色牧場王嘅騎師山本間助終點前墮馬，即時展開研訊。經過研訊之後，發現山本間助嘅墮馬意外喺過終點之後發生嘅，咁所以馬會裁定呢場賽事嘅頭馬係7號馬綠色牧場王。仲有跑第2嘅10號風雷電神，由於喺最後階段斜跑阻及他區，取消亞軍資格。騎師、練馬師、馬主以及有關人士，請馬上到研訊室接受研訊。馬會需要聽你哋解釋。哎呀，好嘢啊！我哋贏咗啦！好嘢啊！真係好精彩啊！綠色牧場王咧，奇蹟咁贏咗呢一場。仔仔，拉斯壯你好出色啊！仲有間助都係點啊？係咪贏咗啦？我贏咗啦！我已經贏咗啦，係咪呀？嘿，只不過係一場普通嘅新馬賽啫，使唔使喊啊？我開心係因為我再同媽媽一齊生活嘅日子越嚟越近啊！係啊，我諗你媽媽頭先都一定有份同你打氣㗎。不過咁小事就喊，你真係冇鬼用。你又講得啱嘅。好嘢啊！得咗啦！喂，間助，同馬迷揮手啦！